重大消息，英國政府突然宣要改 BNO 簽證政策，原本話住5年就可以申請永居，而家可能要等足10年。呢個變動影響幾萬個港人家庭，究竟點解會咁？等我哋一齊來了解下。英國政府近日已將 BNO 簽證永居申請年限從5年延長至10年。呢項政策變動將會對數萬移英港人造成深遠影響。政策調整嘅主要背景係英國移民人數持續攀升，2023年淨移民數字高達90.6萬人，創下歷史新高。為咗控制移民規模，英國政府決定收緊各類簽證政策。BNO 簽證亦被納入調整範圍，呢個意味住原計劃透過5+1方案獲得英國身份嘅港人，而家需要等待長達10年先可以申請永居。呢個變動對港人家庭衝擊最大嘅係子女教育規劃，好多家庭原計劃喺5年後等子女享受本地生大學學費，約9250英鎊每年。而家可能要額外支付2.5到4萬英鎊每年嘅國際生費用，同時部分人士嘅強積金提取計劃、職業發展規劃都要被迫推遲，生活成本壓力大增。英國政府表示，呢個舉措係為咗公平對待所有移民群體，但批評者指出咁樣違背咗當初對港人嘅承諾。有跡象顯示，英國未來會增加語言要求、收入門檻等附加條件，甚至可能將10年期限再延長，而且長期處於臨時居民狀態，可能影響港人家庭嘅社會融入，尤其對青少年身份認同造成壓力。預計更多港人會考慮加拿大、澳洲等其他移民目的地，特別係年輕專業人士。隨住英國政局變化，BNO 政策可能成為政黨角力嘅籌碼，未來仍存在變數。對於已經赴英嘅港人，建議可以考慮轉行護理、IT 等英國短缺職業，或者重新評估財務規劃。仍然觀望嘅人士就可以關注加拿大救生艇計劃等其他方案。呢個政策變動再次提醒移民者，海外居留權仍然存在變數，做好充分預案至關重要。